手上咧有一個2秒埋線啫，你可以瞬間咧幫呢個粉絲咧將佢塊面提拉翻上，好似做埋線咁噶。最緊要可以幫佢做定位啊，即係記憶啫喱咁樣噶。咁咧擺上面咧，其實佢2秒內會將咧呢一個啫喱咧係變翻做原本個記憶狀。咁咧佢就會幫你係 firm 實晒，而且佢會填充晒咧你所有一啲肌膚紋理。咁所以正啦，就啱啱呢個粉絲咧面部下垂嘅問題。咁甚至乎啦，我會見到咧佢有啲眼紋啦、魚尾紋嘅狀態咧，佢都可以幫你係即時填充噶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再攞多啲，嗱你見到啦，我啱啱攞嗰啲位咧已經係變翻做呢一個原本嘅記憶狀啦。咁所以放喺你塊面咧同一個道理。咁如果咧你有本身做開機嗰啲咧，跟住再搽呢一個咧，個效果係超級強勁啊！我哋再攞嚟填充埋咧，你見到佢呢個夾膚英紋咧，擺2秒，3、2、1，跟住呢啲位置全部扯翻晒上去，望到啊？即時成塊面係扯晒上去，跟住你近睇，你見到啲肌膚紋你全部填平晒㗎，即係啲紋咧係冇晒，包括眼底紋、虎紋或者呢個呢個眉心紋，全部係消失晒嘅。只要留言呢一個咧2秒，我直接咧俾一個半價嘅優惠你，呢個係必定要搶嘅神品。